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黃德點 Sir。最近啦，2025年嘅現金分享咧出咗一啲新政策，咁啊一定要住滿澳門183日咧，咁先可以享受到呢個福利。咁啊雖然啦有3類人咧可以係獲豁免啦，或者8類人士咧解釋咧可以係申訴，可以係去爭取攞呢個現金分享。咁但係咧有啲情況下咧就係有個爭着點嘅，即係譬如我而家有3個例子。第一個例子咧就係澳門居民，佢咧澳門揾唔到嘢做嘅，長期而家咧澳門揾嘢做好難，咁佢就只好咧就喺大灣區咧喺當地咧就住先，或者係幫下啲屋企人啊，但係咧就唔係大灣區工作嘅，因為佢澳門咧揾唔到嘢做，佢只可以喺大灣區住先。但係咧呢一類人咧都唔去列入到呢個現金分享嘅範圍裡面，咁啊點算呢？咁另外咧第二類人咧就係澳門居民嚟嘅，但係咧佢祖籍咧就係福建，咁啊佢澳門揾唔到嘢做，佢就翻去福建啦揾嘢做啦，咁啊變相咗咧佢喺福建揾嘢做啊，福建生活啊，有啲咧係福建咧照顧屋企人啊，因為澳門咧生活成本太貴啦。咁變相咗呢一類人咧，又唔當佢係列入範圍之內，咁又點算咧？咁啊第三類人咧就係澳門嘅土生葡人，咁啊佢哋翻咗去葡國生活啊、做嘢啊，有啲係呢個退休啊，但係喺呢個嘅8類人裏面咧，佢又唔當係呢個嘅範圍入面嘅，享受唔到澳門嘅現金分享福利嘅。咁我哋希望咧，我哋收集咗呢啲資料之後咧，去向澳門政府咧反映翻，可唔可以係優化呢個嘅條件啊、限制啊？因為始終咧，呢個即係有特殊情況啊嘛。咁另外咧，就係希望咧個緩衝期可以喺2026年啦，先係去執行啦。咁啊，俾啲人去適應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有啲朋友咧遇到呢啲咁樣嘅不符合咧呢個嘅條件咧，可以隨時聯絡黃德華添 Sir。咁黃德華添 Sir 咧會幫你咧去睇翻你個實際情況咧，去幫你盡量去申訴啦，同埋爭取一啲嘅權益。咁啊遇到咩問題咧，隨時聯絡黃德華添 Sir，黃德華添 Sir會幫你去盡我能力去解決問題。